中央社纽约22日综合外电报道，前洋基终结者里维拉今以100%的票率进到名人堂，前洋基队长吉特除表达恭贺，还以数据说明里维拉的伟大，表示曾在月球漫步的人，居然比在季后赛让里维拉丢掉自责分的人还多。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纽约洋基吉特 Derek Jeter 在他创立的新媒体平台球员论坛 The Players Tribune 写道：“我曾在场上最好的位置看史上最佳终结者投球。”吉特称赞里维拉 Mariano Rivera 是名人堂级队友，由名人堂级为人，现在也正式成为名人堂球员。谈到里维拉的成就，与他当了19年队友的吉特表示，在人类历史上，曾在月球上漫步的人数，居然比在季后赛让里维拉丢掉自责分的人还多。听起来很疯狂吧？但那是真的。吉特还端出数据佐证说，根据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资料，曾有12人曾在月球漫步，但棒球数据资料显示，只有11个人跑回本垒，让里维拉在季后赛丢掉自责分。吉特提到，其实没有任何数据能真实的反映里维拉的能耐，这只是他所能想出最贴近的其中一种方式，让人们对里维拉有多伟大有个基本的概念，因为其他终结者，甚至其他投手，其实都很难跟他相提并论，毕竟里维拉是完全不同层级的。里维拉的老搭档，前洋基捕手波沙达 Jorge Posada 在声明中说，里维拉是极为罕见、一生难得一遇的史上最伟大终结者。他说，他对自己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工作，有着谦逊且优雅的工作方式。我为他获得的一切感到骄傲，我为他和其家人能够庆祝这终极荣耀感到欣喜。曾和里维拉并肩拿下5次世界大赛冠军的威廉斯 Bernie Williams 透过声明表示，过去和未来都只会有一个里维拉，他是特别球员、特别的队友、特别的人。19年生涯中，曾13次入选明星赛的里维拉，有9季单季救援成功数超过40次，有11季防御率在2以下，生涯共夺下652次救援成功，是史上最高。在季后赛141局投球中，防御率仅0.70，在季后赛至少投满30局的投手中排名第1。译者李敬伟斜线合稿，蔡佳敏1080123。